在个新闻来讲，台中市有一个推广有机农产品的人叫洪胜燕，伊连续几啊年伫家己的小庙田举办食农活动，希望讲大人囡仔拢了解有机的农产品。这个。 用家刀来煎麦仔，囡仔头一摆体验，就感觉真心sau。即马当时麦仔采收季，亲自做落去田里体验做事，了解农业知识，嘛亲近大自然。 我们也是带小朋友来认识植物还有土地啊。现在的小朋友都很少这种环境可以接触啊。身为协会理事长，嘛是农友的洪胜燕，长期伫咧种植有机农作物，当年嘛透过和基金会合作举办活动，这边嘛透过甲麦仔做出商品来推广有机菜色好。 趁这机会让他们来体验什么乡下的农村生活这样子。外埔土城因为环境条件真好，这个葱啊和麦啊农发甲真水。基金会嘛希望会当借这无共的活动，鼓励民众做伙来守护环境。Hello， 我是叶明。想要看到更多更及时的新闻内容，请订阅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并且按赞、开启小铃铛。